请问台湾伫咧金氏世界纪录内底，创造了一个上侪人做伙做什么代志的纪录？啊，无咱用删去法好不好？好，微调微调。你干嘛对决迄个怪啊？臭豆腐，臭豆腐，臭是不是？臭豆腐嘛。臭豆腐无？演前，我感觉演前有可能是因为伊大家要来做啊，他演前你会当做就等那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吼，就有可能对不对？伊讲的咱拢是猪零啊茶咧。哈，啉珍珠奶茶。你感觉是珍珠奶茶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看过这新近前有闻吗？一个 YouTuber，哦，这个啊，你咋讲嘛 ？YouTuber， 你咋讲哦？嘿，哦 C 吼，确定哦。我的答案就是珍珠奶茶是。你看 YouTuber 老台，我白讲，来机会来呀！怀民老师，机会来了。咱个 C 去掉 ，A 跟 B 呀，是做伙做什么代志？吃臭豆腐还是演前？演前，演前是，确定哦。确定 B。臭豆腐是咱台湾一个真有名的，咱夜市也有咧卖一个点心啦吼。啊，伊这个活动吼，真正做一个足大个臭豆腐，互千外人来做伙食。哦，所以是一个足特别的记录。哦，啊，这个金氏啊，金氏世界纪录有来做记录。哦，所以伫顶面有讲，咱台湾有千外人做伙食一个足大个臭豆腐。